咱今日吼沙龙的咱在座有志吼，今日是真欢喜会当邀请吼即个过年其实大部分时间伫外国吼，拄好趁伊倒来宣传相信黄兴酒册即段期间吼，即个高明培甲伊拜托，讲一定爱来即场，虽然讲若无一定搁济，毋过就是吼，咱台语沙龙3月份，因为当然3月咱讲的题材嘛真济，毋过3月份就是讲所有的妇女节即个物件，所以我原本就设定讲，希望看是毋是邀请一个女性吼来分享一寡甲女性有关系即个物件，所以拄好看到咱即个吴品如吼，品如姐吼即个作品吼，就是真深刻的即个女性的真济心理心情吼的等等的描写。所以其实嘛是过年吼，即个才有缘，即个知影伊的作品啦吼，所以今日真欢喜会当邀请伊来，伊对伊的作品伊的即个创作吼，伫迄个过程来讲起安尼，伊家己讲伊府城查某囝嘛吼，我是府城的查某孙，阿公阿嬷，我阿公阿嬷是拢台人，因拢讲伊府城人这就是过去迄个时代府城人的迄种，会使讲骄傲啦，伊拢讲府城人足样的安尼，毋过我是伫高雄出世啦吼，所以讲是台人的查某孙吼。好，今日咱就麻烦品如来分享，拄好在座嘛是有真侪位，就是拢有创作写作的经验的遮有志大家会当交流好，来就麻烦品如。哎呦，台湾安大好吼！我是品如啦。即摆先一个打一个话头吼。讲实在，因为我过去30冬因为阮先生是咧去发电厂的，所以我其实应该拢是伫英国啦、德国、中国、马来西亚踮咧倒位旅游。你讲我敢有机会讲台语？讲实在是无呢，因为我拢甲阮翁 Deutsch sprechen， 但是我讲 Deutsch。所以我其实我日文的程度袂歹，已经到C1了，就是C2就是已经是母语啊嘛吼。所以我平常时其实拢是讲日文较济，有当时是会讲英文啊，因为我是伫加拿大读册为什么大家会想讲我即摆来问大家，我台语讲了安怎咧？袂歹吼，有台南腔无？有台腔有无？是。那你愈听你会开始会发觉讲，这人讲话怪怪，因为我有当时会讲高档，通咧讲大，就是因为阮爸爸是5条港的人，甚至是讲阮台人府城，真正讲市内的人，因为台人人就奇怪，我一直讲台人有偌大？你看咱这一点点大，偌大就是5条港遐，迄算市内。连阮即摆住西北阮妈妈拢会讲等下我来市内，明明徛。奥多摆毋较5分钟的时间，伊讲伊要去市内，所以你敢知阮小北是啥物城外？阮妈妈因是三分新人，三分新，阮是咧有因就爱食的沙白鱼，阮翁讲是咧用沙白鱼的，饲沙白鱼的，所以阮其实嘛是西拉雅即个民族的为湾里一直安尼刷到三分新，所以我有迄个有即摆海口音啊，拢会定定听人在讲。哎呀，卖大够大，那你无声大大，有当我爸就呢，咱起来啦，有通安尼讲话。所以你毋知迄台南市安尼啦，府城嘛是安尼一点讲，但是阮个讲安尼讲，有咧台南县的人讲要来阮台南市进前都是台南讲，阮等下要来行城。Oh my god！ 我就想讲，是要去安尼进京。赶课了，真健康较会讲要去行城，实在呢。所以你无法度了解阮台人的迄个身体感，其实是较恁想的无共所以我讲我等下来迄个腔口有点怪怪时阵爱请陈老师来解释者，因为讲实在无机会练习。我平常时拢爱安那家己讲的，就是我拢是自言自语啊，就是伫阮兜洗碗，着家己当家己讲，家己回答，唔睇阮囝会惊伫，因为我有当时是伫心内咧讲啊，讲你咧讲啊久，拄然讲，你看安尼讲诶，也会使安尼啊，结
起来，妈妈，你是做相处还是安那？你即摆已经怪怪。我讲无，我爱练习我的台语，实在无简单。啊，开始咱要来讲，伫遮有做者朋友，竟然看到我进前犯罪的记录，对，我即摆对，哇，真歹势吼！我即摆就是讲要甲大家分享一下讲，其实若是讲我会当写台文，恁每一个拢是文学家，还是哪讲？因为吼2当前，我甲我讲，我敢有法度来写台文？所以真个讲，我2当前我是青梅湖的，我毋捌学过啥物台文，我只是讲细汉6岁以前，着伫台南嘛吼，着安尼讲哦。后来我根本就无机会，佮继续去讲台语嘛。后来我就是伫正大读大学，来着佮读研究所，读了我就出国啦，就出国去啊。我哪有机会？啥物？即摆做侪台文系，恁即摆佮做侪课会当上对无？我敢有才调上？无。所以我其实2当前开始是青梅湖，我是安那想讲开始要来学台文，因为我即摆吼要60岁啊，我其实耳孔有点仔重，不过我定定迄个耳孔拢会出现我细汉的声哦，台语啥物乌啼加甲，有当下就出现足奇怪的声出来，我就会对伊安尼念哦，我念讲这什么意思啊？我会晓念，所以我要讲就是讲，我学即个词的时阵是伫情景学出来，就是爸爸妈妈因咧教，我会晓。毋过你问我讲，你叫我做解释，我毋知呢。讲你搁去找你，迄是无可能的代志，迄字要安怎写？我哪会晓讲？我迄阵就问我家己讲，你即摆要怎办？我就开始找资料，就是去。足歹找呢！你爱想讲2当前，伊迄阵阁袂晓，教育部的字典阁袂当讲，阁找字哦。迄阵我就聊聊家己，去想乌啼甲甲是啥物意思？我当知影是我妈妈牵人咧冤家的时阵，就拄安尼做成受害者讲，恁遮咧乌啼甲甲啦，我就想讲，迄无定是霸凌的意思。我就去聊聊查，真正是霸凌的意思。乌啼就是迄种有无会甲你诉悔，因吼若甲迄个有无，迄甲就是牛蛙嘛，因会规个甲起去，甲夹掉咧，这毋是感觉霸凌。你袂感觉讲咱台语比中文水足济，足有无？对，我就为遐开始讲，安尼我要来甲我因过细汉。听的这语言，甲写落来，即件代志就大条嘛。要哪写年代愈来愈恐怖，我就开始看公共电视台语台，因下骹有字幕，我就是安尼看哦，就开始安尼哦，我有认真诶，安尼看，我就对迄字幕家己咧唱声。有当时我真诶感觉足有足趣味诶啦！原来我咧讲的台语就是安尼写，阮袂衰念知影，袂衰幼稚园去读1年啊时阵，迄种足欢喜的心情，讲原来你是安尼写的，迄当时我差不多是54、5岁，54、5岁要当变囡仔。就是为台语文来，我逐工拢足欢喜的。虽然要写一篇，因为我过去是华语人哦，你安知？就是我嘛是得过啥物梁实秋文学奖的，所以我毋捌去想讲有一天我要写台文啊。所以你看哦，我若写一篇华语的，因为我即摆阁是迄个专栏作家嘛吼。我写一篇我写一篇台文，好等于写100篇华语。你安知影？台文对我来讲足困难，因为我袂晓输入法，我袂晓。我更毋捌学过啥物罗马拼音，拢无。所以我会当做的就是有无，因为报纸吼，你知因为是安那印报纸，扣字哦。我迄个时代，我是1988年去读政大，阮迄阵拢爱参观迄个中央报社。你看因安那排版的，真正是扣字。我阿公是伫报社咧共扣字的，
所以我即马咧写作，阁是用跳离的方式呢，就是讲我会晓讲，我拢先讲，啊我讲互我家己耳仔听，啊我用手来记录，啊迄个字我若袂晓，我着去交教育部去找，啊甲 copy 甲打起来，讲实在真困难。因为咱要查，当下结果我家己有做一个字典哦，就是定定咧用的字，我着家己用一个字典，有啥物了名词啦、动词啦，啊着家己，你大家着爱查，咱知。毋过我知影，我若热人转来，我可能爱去学迄个输入法，可能会较方便。无我真正我大概即摆咧写嘛，好像阮囝甲我讲，妈妈你足奇怪，你咧写文章的时阵拢会安尼起一个。5起，结果因为拢是我家己迄个册桌啊是伫客厅，所以大家咧看电视的拢会学过来甲我看。这样足奇怪，拢安尼辛苦着安尼起落迄个麦度遐5起啊安尼，较侪讲，唉，即种写文章的方式足特殊的，所以你来看我其实一种要哪讲，是无简单的环境吼，我嘛是坚持用台文来写，是安那，真正是母语你来甲我叫。有无？我讲耳孔当袂要紧，出来拢是我细汉的语言。啊，恁知互我深深的安慰，因为刷落来，互我来甲大家报告，讲要分享啦，这是我个人的分享。讲我吼开始用台文写了后，我人生有180度的转变，得到深深的安慰。所以这可能嘛是会当互鼓励咱台湾。你看，在座的各位啊，恁的资源真侪呢，佫会当来参加即个讲座，啊，佫有咱迄个拢有足侪基金会足侪课吼，拢会当上的。我逐家看拢会安尼鼻芳，拢食袂着，所以我会感觉我总心善念，有机会大家真正去上课，啊，互家己咱知影，母语迄袂随咱阿母的手，甲咱安尼牵教。咱为头仔开始做囡仔，有一种幸福的感觉。好，我就爱听你讲话，因为我对你讲话，你拢有迄个感动，一直点头，真正感恩呐。好，来，咱即摆来看咱的题目啊，讲无耳的茶果安怎化烧？你有看过无耳的茶果无？来，在座捌看过无耳的茶果的人举手？哦，竟然无，干安尼？你毋捌去家人？爬过无耳茶果山吗？无吗？你看，还高分啊吗？啊，我敢若你看，我连地理拢安尼有啥？感谢你的纠正，等下出来咱来相拍一下，无啦，开玩笑。讲阮笑，对。你毋知影无耳茶果是啥？来，我问你，你若茶果无耳，敢灌起来？灌袂起来，来，这就是你也做讲。我就感觉讲吼。过去咱台湾人吼，包括我讲即马，等来讲，我是要来讲历史，查某人的故事，啊，一体咱来做听用的工课。我想要来讲，我拢有一个感觉讲吼，咱台湾人自殖民时代遮尔济代，包括国民政府对我来讲，伊嘛是一个外来非法的政权呐，所以伊嘛是殖民者。恁知因咧甲咱统治吼？上大的不幸是安怎知影？咱拢变会教的，注意，会教的。迄袂衰吼，咱的心肝内拢有一支无耳的茶果，迄外口的火一直烧，好无？因为你搁灌袂起来，搁继续烧，烧甲拢无水，内底嘛咧滚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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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迄水拢要无去。外口烧，我就烧，内底吼，就是咱安尼啊，嘛是咧指责家己啦。你无够好啦！你台湾人就是无气魄，毋着爱互人安尼管，人中国人安那吼，你看即支无耳的茶果一直烧，咱即摆爱安怎做？较紧的，甲茶果斗耳，有无？就是安怎知影？咱爱开始讲出咱的心声，就是互咱的耳仔听着。耳仔去听着咱心的声，耳仔甲手会当听着心的声，咱就会当处理咱体即个空喙啊。咱若斗耳了后，即个茶果敢是会当关起来。
啊关起来了后要创啥？倒茶，迄就是甘露水，咱就要敬茶，互众生。即摆我特别讲诶，虽然咱台湾人经过足侪悲惨诶代志，毋过咱也有法度开始到耳啊，讲出咱诶心声，讲出咱诶故事，大家做伙讲故事，用故事来听用咱诶空嘴，这就是一体诶力量。所以讲，下来我特别来讲啊，讲用台文写历史，查某人诶故事，一体会通听。啊，变咱来做咧，来，咱来看，你来看，无耳安怎听？你看无耳呢，我就感觉我就痛苦，烧甲咁要飞舞去啊，哇，真艰苦。来，我来讲过啊，因为我要六十啊吼，迄六十个人真正足可怜的。来，第一，安怎知影耳孔重，毋过无大劲哦，佮安那金鱼啊喏，啊，敢是爱金鱼啊，敢是安尼讲。人们拢讲我差不多吼，我即摆记忆真足无好诶。有当时我着向后尾甲阮囝讲吼，阮囝着一直看啊，开始笑讲，阿母，你敢是已经袂记我嘿呢？安尼安怎？伊着甲我讲安尼阿嬷，阿母，你着安尼倒转去，无定你会当想。所以我讲我即摆吼记忆较7秒尔。啊，毋过因拢会笑我是臭耳人，因为因安尼讲咩话，我拢会安尼。你搁讲一届。因台了救人哦，对，这个就是我。毋过你嘛，虽然我记忆无好啊，耳孔已经重啊，毋过我即摆开始老啊吼，想起的。我讲耳孔吼，开始拢是过去的声，想起的拢是过去的代志。哦，这是一个真正足大的福报啦！你看安那，我即摆就是要练习这首诗吼，这是迄个有一部分尔啦。但是嘛是2当前哦，我开始想讲，好，这阿母的语言吼，我开始来写，试看觅。我讲为诗歌开始，念歌诗上紧，有无？你若讲要写散文2500字，哦，足艰苦写，要写小说5000字，哦，真正是去心劳命。来，先写诗开始，我着会记得迄阵吼，想讲，我要哪写？我才想讲，有无？咱拢讲吼，咱台语有水无？有，伊那像音乐吼，迄袂水。然后讲迄个有无？音符，那像迄个豆菜，有无？豆菜芽啊，敢是安尼讲？豆菜芽啊，吼。所以我迄阵哦，伫迄个5乐楼文学奖的时阵，我是安怎知？我就讲有迄个现代诗嘛，伊无规定讲华语啊、台语啊。我就想讲好，无我来试看觅用歌诗上简单是安怎？是安来讲歌诗就是那唱歌，所以对我来讲，我头壳有讲过无？我若咧写台文，我是其实是用嘴讲，用耳仔听，用手来记录的哦。这跟我过去咧写华语完全无共，我是用头脑理性的思考，就是安尼写。因为要写华语，就是过去老师教的起承转合，有无？啊，佮爱安怎知用典故，啊，佮爱温良恭俭让，反正我为小学1年，我就是国语文竞赛足够的人，所以根本就是毋免啊，就是伊迄种有一定的迄个方式，啊，就安尼写啊写得足厉害啊，吼！啊，佮台语无呢，所以咱即摆爱练歌诗，所以迄阵我就想着啊，安怎？我就讲吼，阿母，这是节录吼，全部请恁家己去找网迄个线顶有迄个完全的诗。我感觉讲阿母的生囝弟啊，那迄个分家规啊，有无？迄阵吼，我就想讲吼，阮老母吼，其实阮阿母因为是迄个三分新人，足爱讲话，尤其三分新人咧讲话拢是安怎知影？阮啊足大片，所以因拢是大声扫的。你知影说，阮阿母迄边的亲戚阿姑阿姨吼，迄逐家来讲话，讲，喺厝顶咁样掀起来，阮后壁拢会出来，伊就讲，阮市内人拢讲话较细声，拜托恁。啊，结果因迄总统会甲看者，好答应一下，啊就开始当1分钟、3分钟、5分钟就继续哦。所以阮阿母啊，足爱讲话啊。现在我就甲安尼想象讲，伊咧讲话时阵，话先破豆，迄一粒绿豆啊，拄好塞入去我的耳孔。所以我这就是一个，你注意看哦，咱台语足水，足侪 metaphor 的，
就是隐喻，有无？啊，你毋知影？你毋知？阮阿母啊，就用伊个了了甲我压伫我耳孔的，反正伊讲，你爱会记一咯。咱上早的记忆是听的记忆，迄拢是伫咱阿母啊的巴肚。所以我讲，互我囡仔，若是讲台语讲了袂歹，迄绝对爱甲阮阿母啊感谢。伊就爱讲话，啊，就爱唱台语歌的。所以我讲，伊迄粒真正是了了咧翕豆菜。有无？伫我耳孔，翕啊翕，你看，有无？鼻孔雾蒙的，迄间风地好暗，款款啊，对喙唇尾啊，放送出台湾囡仔的面无人形吼。来，这注意看吼，有无？所以我为阮阿母的记忆，其实我讲，毋是讲我出世了后开始听着台语的，我早就听着台语啊。所以即个记忆，伫我遮尔老的时阵，因为应该是耳仔的功能退化，毋过即个耳孔的记忆无法度放袂记，所以这是对我足大的福报。无我即摆因为我有考虑要去挂迄种对无？迄要讲，迄助听器要哪讲？助听，好对。啊，毋过我即摆毋免，因为吼我遮耳孔的记忆伤丰富啊！我即摆只有安尼家记录起来，就会当有写一本册啊！好，你注意看，你看我感觉讲吼，遮温温啊，发现春云，豆豆啊秋悬摊开。所以你知影，大家你若有机会转去安静落来，你会注意真正有声。毋是鬼咧对你讲话，毋是，是因过去耳孔的记忆。有，只要你有够安静，你过去迄种足水台语的记忆拢会出来，有无？现在我就讲耳孔动堆堆，就是我即马，你毋知影有真正拢听无？翕个豆菜嫩芳酸根，这就是讲我花春啊，你毋知影？我即马的我就是花春啊。看起手底啊，咱阿母牵教我学写字，有无？汉落一笔一画，带落细裤啊，画出台湾人的模样，甲文明的保身符，有无？哦，我家己吼，即马去读即首诗，我会感觉足感动的。你袂感觉讲，其实咱台湾人受着祝福，尤其咱母语的根其实也袂长。你若有法度即马甲捡转来。我讲你后世人会活甲足丰富的，像我即马凊彩我坐落来，就是念歌诗，念歌诗就会当写嘛，就当得奖，你知？但是吼，讲太较袂散，所以讲我鼓励大家吼，就是安静落来，去聊聊去听，安尼就是来说，足简单啊，有无？有比写华语较简单无？有，是安那？因为写文语文拢是伫遮，啊，你当做的是安那？你就甲念出来，啊，听着，啊，甲写起来，啊，就得奖啊！啊，你若用华语吼，即摆叫我写华语哦，有点仔怪怪的原因是，你知影？华语是好看头，台语是听顺耳，有无？因为我感觉讲，我开始即摆写华语，我较了解讲，先啊，我拢迄阵拢是咱讲的四平八稳，因为。咱就是吼，安尼互牵教出来。我会感觉开始咧写华语的时阵，袂使讲吼有20个阿兵哥用钱对我，所以我写起来拢是安尼，总硬，其实跟我家己的感情无啥关系。毋过我若开始咧用台文咧写的时阵吼，我就讲，迄身体、耳啊、鼻啊、目睭、喙。甲皮肤迄感觉吼，拢连做伙呢。恁敢有即种感想有吼？恁因为我有听陈老师咧讲，恁拢有咧做创作的人，我想恁应该感受足深的，吼，对无？来注意看，啊对啦，迄届吼5乐楼的文学奖哦，我本来要去比的时阵哦，结果就有人甲我讲你袂对，因为拢是过去拢是华语的人对。虽然伊无规定讲要写华语啊、台语，毋过这就是安怎讲？要哪讲？这是迄个，反正规定内定的，就是一定华语对就对啦。啊，我就想讲，
哎呀，啊，恁妹都写出来啊，啊，就蒙黑嘛。但是有半就有赢，啊，你若无落去半，哪会赢对无？所以我就甲举出来，你看，你看，咱嘛是第一名啊。所以咧，我敢若对不对？所以咱爱提出咱台湾人的勇气，啥物代志你就爱去试，对无？讲出来，写出来，去试，甲你拼，你欢喜我嘛甲你拼，对无？咱台语无输人。 安是不是？来，我即马就要讲吼，你注意听。台文，你一定想讲嘿，对啊。即马其实足侪，应该是已经足侪人咧写台文的创作。啊，毋过你因为你嘛是咧创作的人，你会想讲，咱到底要写啥物题材？有无？写过去，写细汉的代志，写哦。 会当写足侪啦吼，是毋是？因为我刷落来，我嘛要写足侪。头我有看丹老师分享啊，讲因为我是迄个海墘仔人，我最想要来写一个散文的，就是迄个八丈花的海墘仔人。好，啊，这就是我细汉的记忆，伫三屯新的记忆。啊，毋过我即马特别讲，今仔咱的题目有讲会当写历史，啊，恁会想讲啊写历史，看台文有啥物关系？其实吼，我即本册吼，相是黄兴。 伊是咧写一个日本时代，吼府城的人，毋过伊是一个头人哦，伊是做过总督府评议员，所以伊定定来即个啥物台北宾馆，定定来安那诗社咧开会，迄阵拢总督府，拢要甲咱考啦，甲咱台湾人考啦吼。啊，伊就定定来遮咧开会啦吼，啊嘛有去温泉北投，伊伫安尼温泉一礼拜就会当写一个剧本叫《破灭的危机》啦。 哦，人迄个剧本偌尔啊好诶，咧写性别意识。你看100当前诶人，伊就讲，伊虽然是男性，伊是有种权诶人，毋过伊是一个软正诶人，啥啊？伊无法度对抗主流诶价值，伊无法度徛起来讲，咱毋通阁继续虐待查某人啊！伊讲伊嘛是软正诶人，虽然伊是读法律诶，伊是明治大学诶，吼，伊就讲吼。 啊，结果查某人，一个查某人爱做5项代志，5种角色，无怪即个时代查某人真艰苦。啊，幼儿即马嘛是真艰苦，毋过100当前的黄兴，伊就有迄种性别的意识。毋过我今仔你看，咱迄落安尼问讲相信黄兴，其实我要写即本册，我内底吼，因为吼出版社有考虑到这个可读性要怎讲？安那？ 可读性，吼，爱有考虑着讲，你即本遮厚吼，啊，你若完全拢写台文，歹势，可能搭卖会出10本册，迄10本就是你家己买。所以我最后第一档，你着爱安怎知影？咱就是安尼，退一步，无要紧，抄一个，好，决定内底，因为吼，这个人吼，我年啊高呢，一世人至少，我怎讲至少哦，写653首台语念的。 汉诗，我敢若会，你看你逐工咧传来，你敢有知调甲写一个汉诗传互人？可能爱写到头壳白，阁写袂出来。伊写653首，来，重点是，伊是一个台语人，对不对？迄当时诶，你毋知伊诶迄个孙仔就讲过啊，即个人大概写汉诗写了，安尼念出来，拢有迄个金属诶声，因为足大声，吼，真啊足厉害啦！ 毋过，我是若要写伊，像是黄兴，我咧问，恁可能就讲好诶，哇！啊，即本册就是咧讲古诶啦，咧讲100当前诶人啦。啊，这跟我有啥关系？我袂爱听讲古，无呢。那我即本册是要写啥？我是啥物人？啊，你是啥物人？咱是啥物人？台湾人是啥物人？ 最后其实要问的是这个问题，因为恁来这个人，互历史袂记你70档，甲大家报告。我10档前开始找伊资料的时阵，去拍黄兴这2字，结果出来资料是啥？香港一个女明星伊的资料，吼，我一直点4页拢是这个女明星的绯闻安尼。伊其实互国民政府藏起来。 因为国民政府无愿意互咱了解伊即个人，你知影？啊是安那咧？来，咱要讲啊，
国民政我是1970年生的，59年厝。你毋知我读的历史课本，我认捌的英雄，就是讲小时候7岁。 就在那个河流旁边，看着鱼儿逆水往上流。哦，来哦，国民政府甲咱教的英雄，就是这种面貌。哦，咱认同的就是中国人。啊，煞来讲，吼，咱台湾经济咱起飞完全是，迄啥孙运璇要哪讲？孙运璇就是孙运璇啦，吼，拢是因遐迄个。 中国的迄偌厉害，袂听会种地啦，所以咱台湾人的足配菜安尼就对了吼。所以你注意，我开始读国民学校的教育的时阵，我无认捌台湾人，我无熟悉任何一个台湾人。恁较少年啊，若是我这辈，我请问恁敢认捌任何一个台湾人？我讲日本时代的台湾人，敢捌？毋捌对无？是无？ 题拢无讲吼，迄个结果会是安怎？你注意看，我是咱要画即种咱台湾人伊面抹白白是安怎？发生啥代志？恁知我就开始咧找资料，的时阵我开始感觉讲，哦，足见笑的。我较感悟着讲吼，迄国民政府对我来讲，我讲伊外来非法的政权，吼，搁犯下战争罪，吼。 你毋知影伊是用钱吼，甲咱拄掉咧，拄掉咧安那呢？甲咱个头饲落去太白粉。我讲即个牌子的太白粉叫做是名牌太白粉。你安尼给你面饲落，总归人台湾人咧面硬起来，拢相共，拢一个面貌，有无？所以咱伊毋知伊甲咱日本时代台湾人形容成两种人，一种就是日本走狗啦，有无？啊！ 第二种就是迄个什么啦？好，伯伯就讲，你们这些可恶又可怜的皇民呐，有无？当台湾我们中国国民党来甲你讲好，有无？所以咱对咱日本时代台湾人认捌只有两种，糟糕，啊无就可怜的皇民，是安尼吗？敢安尼？你讲？ 敢是安尼？毋是对无？所以对我来讲，我会当甲大报告讲，我1995年，我就出国去读册。我迄阵为台南出国的时阵，我是去小港机场来飞去台北，佮去飞什么 Los Angeles。你毋知迄阵要登，我要离开台湾时阵，就是恁妹安尼较紧的。 白甲扛我边来离开这个所在，因为我对台湾无感情，是咱无感情。讲较歹听，你知影？恁即摆拢知影五站楼啊，对无？五站楼啊，就是林百惠，偌水对毋对？当初的我为小北啊，骑脚踏车要去嘉义高中读册，你爱经过即个五站楼啊，迄阵个五站楼啊，生做安怎知影？ 嘿，伊去个用迄个啥物货？外口拢关起来，所以你拢毋知影伊是做珍贵。嘿，伊是用迄种铁板有无？迄牙签板要哪讲啊？佮伊上安尼做破相的板，安尼规个封起来，迄叫做去日本化啦吼。所以你毋知规个台南的城市吼，明朝的、清朝拢会当留落来。 只有想要放送局哦，阮台湾台南哦，伫大南门城有一个放送局，哇尼那水台一定爱去。我讲，迄嘛是伫阮嘉义高中的边仔，我毋捌看过伊生做啥，有无？这好比咱的历史课本，迄是拢互黑拢甲封起来，建筑物拢封起来啊。所以咱台南迄阵哇尼那阿个里有一个，有人讲有一个。 少歹个，我想要看即个啥啊！我阁毋捌认捌咱台湾人嘛，日本时代的台湾人嘛，所以即个土地甲我有关系无？无，恁要较紧走，白甲扛较紧的来加拿大读册，恁要阁去买想要阁转来啊！你毋知我想讲啊，另外我就留喺加拿大就好啊嘛。结果你毋知影，这就是国民政府足恶一个所在。你若无法度去认捌你在地人物，你其实会看袂起你家己呢。
真诶啊！因为我讲，我后来是去天下杂志，其实这嘛是外省仔帮啦吼。顶有一届吼，真正互我感慨足深诶，就是阮咧编辑个就讲，迄若毋是讲吼，当初迄个蒋介石哦，因吼派一寡钱吼，转来台湾，黄金啦，因讲因派偌济黄金来，阮台湾无法度建设诶啦。无啦，我着迄阵吼开始靠背编组，真正我想啊，搁因为我是，嘿，对我来讲啦，因为我是台湾人，我是感觉真奇怪，因为我迄阵已经为加拿大读册转来啊，我是感觉即句话怪怪，啊，毋过我毋知怪伫倒，我嘛无法度堪伊坐啦，因为我无证据啦，对毋对？事实就讲哦，人阮十大建设，好，啥拢因中国人开始讲哆来咪哆来咪哆来咪。啊！你叫我来看伊这，我敢有法度讲啥物？咱台湾人有够的人，我讲袂出来啊，因为我不实在啊。所以我只好着安怎知影，吞忍着伤心的目屎。真诶啊，迄感觉足委屈嘞，啊感觉足见识，因为我台湾人嘛，我认同我就是台府城人，啊人因迄拢台北的啊，种天龙国的啊，足厉害的，就对，拢是外省仔帮的。所以你毋知影，我即摆要讲啊，你若无认捌咱在地人物。你随时会当互人安尼扒咧，古在人讲是无？所以讲今仔是要先要写相是毋行，今仔我是一种亏欠的心情啊。因为我甲你讲哦，这个人吼，偌年啊，伊倒用的，伊一世人有50多个职务，拢是变叫，金光闪闪，啊无妖气冲天啊。就是金光闪闪说总督府评议员，你知1923年台湾发生啥物代志？啥物重要的人来台湾咧？4月份，就差不多即时个。1923年的台湾即时，大家着建设，吼，大家拢用较白闹，用较少水的，要迎接啥物人来？太子要来呀啦，太子爷要来呀啦，所以你毋知影？毋过伊来。其实伫咱台湾吼，足短的时间啦。啊，尤其阮台人迄阵已经是遮尔重要的所在，所以伊只有互阮24小时，光礼啊风会拜访快闪啦。因为我毋知要哪翻哦，我就讲光礼啊风，吼，好来，24小时可以扛即个黄兴，伫即摆知识官邸低俗官体门关起来，两个讲秘密。我问你，这人有重要无？这人重要是足悬的。毋过，这毋是重点。伊其实1923年吼年底早就去，咱即摆拢看你嘛毋捌去过苗寨、贵州，吼啊去华南、去印尼、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对啊。伊去做啥？经济考察是总督府派出嚟的，所以。伊其实足侪名号啊，什物株式会社、银行诶，什物储地机啊，晓得？毋过重点是伫遮，毋是讲伊50多个派头吼偌厉害。上重要诶就是，但即摆就讲，我就讲进前我即本册名叫是日本时代上早诶带公仔人、本仔人、斜杠人啊，因是讲安尼翻啊。迄是昨昏我去上中央广播电台，阿明甲我教的啦，吼。啊，伊若教毋对吼，老师你来讲诶，吼。上重要毋是讲伊减50多个职务呢，上重要诶是伊无互即个职务限制，伊反斜杠，影知影？你看，伊是总督府评议员，毋过伊牵日本人，伊照常写诗，甲伊骂讲你水伤重啊，你安尼足弄毒诶，哇，有厉害无？伊搁加伫迄个有无台湾青晚团，遐个人互掠去扣起来的时阵，伊嘛写诗反抗即件代志，讲你袂当掠伊，这是冤枉的。因为因迄个单宏源嘛是咱台湾足有名啦，后来是有华南银行的，伊互扣伫倒，扣伫阮台南。即马星光百货迄个所在，台南加到就是西来安事件，全部互扣伫遐。遐个加到，伊嘛敢去写诗个甲政府骂日本政府啦，啊，搁有1928年，伊嘛去救，堪伊对立，
但是他们反对意见的人，伊嘛去请律师甲因救出来，佮甲因保外就医。所以我要讲的讲，这个人伊厉害，毋是讲伊有50外个职务哇，高高在上，毋是伊知影伊会去安那来甲迄限制拍互开，而且伊对伊为在伊替台湾人做足侪代志，所以应该是伫体制内底。去争取咱台湾人的资源，迄就是咱爱学习的所在。因为咱台湾只要面对足济，就是安尼。你毋是我的朋友，但是我的冤仇人，佮无可爱，你也知影，毋是可爱的冤仇人，是无可爱的冤仇人。所以伊这个人就是安怎在伫迄个康芳，一直咧找资源。要互台湾人，伊成立，伊袂说咱的文化部长、教育部长，伊有家己的乡议会，伊阁提供工作机会，互台湾的历史分子，伊提供教育机会，互无钱的囡仔，阁包括华侨的囡仔来读，中国囡仔来读，伊阁有家己的剧团，伊互请的台湾少年人有一个，因为家己有经营大舞台嘛，我有咧讲大舞台。只要大间的伫西门路，伊提供大舞台，互咱台湾人徛起。因为大舞台是咱台湾第一个完全台湾人出钱起的剧场，吼！1913年，所以我即摆咧讲落来，来，即个台湾人有厉害无？嘿，伊阁做大代志哦！第一届咱台湾can help，毋是。几当前的迄什物武汉肺炎迄呢？然后1924年就安那，迄个上海有一个迄个咧京剧团要哪讲京剧团来永乐洲开幕演出了后，煞来要来阮府城大舞台演出，结果发生啥代志？迄钱吼，迄阵拢有迄个掮客中间人，家钱排走。啊，规团50外个人要做去食呢，还无钱呢。啊，即种代志真啊足大条，结果黄兴伊迄阵是大舞台主事的人，伊就讲赶紧甲董奇甲排开，先互即团上海加演7场。啊，我问你，啊，你要演嘛，得爱有人看，有人买票，啊，毋较趁有钱。啊，遮尔短时间是要找啥物人来？迄阵阮台南人、府城人真热情，包票2500张艺大买，哦，啊，搁好野人来做伙买，袂人讲迄个讲免钱的票吼，市民来看，安尼哦，7天就甲迄个准票的钱邮票好，搁有啥，互因转去，即个咱要讲盘缠，就有所费行好转去安尼啦，7天，即个上海剧团。还当转去因兜呢，迄无吼，因的命运就是伫落特别困喺台北车头啦，无啦，迄阵无台北车头，但是安尼，所以你讲，你也讲请大家，若有时间去看一本册，你会明白讲，啊，咱日本时代台湾人其实做出地代志啊，好，啊，佮外年咧拍哩的咧，你毋知影即个人是咱台湾上早的钢铁人呢，你毋知伊就是足正样的啦。拢会骑马呢，为阮的东门城咧过去。哦，迄个时代要家己的马无简单，啊，佮为法国进口迄种脚踏车，吼，真哩咧新诶，到有迄个暗房，家己有迄个单眼相机，因兜足大个对。所以啥物新颖的啊？台湾第一个坐迄个双式的飞轮机就是伊，所以请遐代志足好做诶，啊，毋过。帮助别人的代志，伊嘛做袂少。家己的剧团，家己写剧本，南北二路做伙演出，佮去帮助日本迄阵地动。会注意哦，咱是互人失眠的人，对无？但毋过注意，伊提供一个舞台，大家去演出，爱当去帮助别人。对咱台湾人来讲，有啥物意义？就是咱毋是无才调的人，咱嘛是有法度发挥爱去帮助别人的人，有无？所以你今仔若知影伊的故事，你会感觉安那？即摆若去问着，阁有人要甲你考试，拢讲因10大建设话，你咧变个时候，你嘛会当甲讲啊？歹势吼，人阮台湾嘛是有够人啊，是无？啊，伊有诶，咱嘛有啊。
啊无，伊嘛是两米目睭，我嘛是两米目睭。伊有诶智慧甲勇气，行过适龄时代，咱拢有。所以，为什么咱爱开始去找在地英雄，讲在地故事？毋是讲啊，听你咧讲古哆来咪，毋是，这是另捌咱家己诶开始，对无？要看人冤家，你嘛有所体在下人诶冤家，是无？对无？来，我即嘛要讲台湾人诶大舞台。你知影，其实哦，戏台是一个足重要的 metaphor 啦。我就讲，你看搬戏空、看戏讲，为着三顿哭哭撞，歹空的咱台湾人总包。即句话谁人讲？你知？王玉德的阿嬷。你知王玉德因阿嬷，阮定定带伊吼，伊因为叫尖头啊，不管遮尔聪明，有无？佮叫尖头的，啊，阮带迄个王玉德阿嬷，阮甲带伊去大舞台看戏。啊！拄着黄兴，你看，其实你知咱时代吼，的查某人其实看了上头，有无？你知影咱互人失眠，歹空的咱台湾人总包，毋管演倒一出戏，戏文咱拢爱先知影，刷落来，较演有落来，有无？所以你袂感觉讲，咱台湾人其实伫即个历史的舞台，早就互人安知影？互国民党甲咱安尼杀落去，拢因咧演啊！咱即马是咱的机会，有无？我讲今仔世纪血案，即个电影的代志，大家有受去无？因为恁甲我去问足侪人，拢讲相合嘛啦。好，恁知迄阵我人阁是伫德国，甲台湾报告，因为我是先看因的迄个无，迄个别人讲，迄叫做记者会。我看差不多3分钟吼，我看袂落去，因为我那时候互人拄着足恐怖的所在，啊我原来心肝足郁卒，毋过我讲袂出到底是啥，啊我着几工我着真足袂爽快，安那着毋对，结果你知我是等5工以后，我较有法度，我迄工拄好拜六啦，我拄啊想着讲，我知影发生啥代志，所以我着写一个迄个专栏评论吼，因为我感觉伊。视察着咱上痛苦的所在啊，因为这是一个，咱用通知，佮用非法的方式来通知，佮用lin知，咱都讲袂出来，咱毋敢讲嘛，因为你讲的，来，歹势，甲你掠去，无人带你会着，就是安尼啊。所以咱一直咧忍耐，毋过即件代志实在是伤合啊，合甲讲，是那是互加害人、凶手因的观点。来甲咱后即个历史事件咧，啊是安那会安尼？因是哪遮假？因是哪遮强？因是哪遮恶质？咱有当时爱检讨家己是讲，是安那为以管，互因摕去。但是因为咱台湾人家己无要讲，用咱的母语讲咱的故事啊，所以就互因霸占去啊，卖句拢占标条，袂使伫 KTV 安尼，卖句拢互因唱。可惜，就想讲，莫甲伊计较啊，会使，你无甲伊计较，人伊要安怎？后，即摆就是后安尼，吼，我真正是感觉迄世界无即种恶质的代志到即个程度啦。所以我讲，咱爱做的，是爱先知影剧本，是无？咱家己台湾人要演什么剧本，咱爱家己去清楚。用咱的母语，吼，安尼较演有落来啦，无咱拢无角色，是毋是？来，你看，我讲诶，黄兴是一个日本时代的台湾人，对咱的意义，伊毋是古早人呢，伊对咱有时代的意义。因为我家己是咧研究10几档的荣格心理学吼，伊就咧讲心理学，其实伊咧讲。每一片土地拢有伊家己的在地英雄，啊，毋过在地英雄毋是一个人，伊是代表一种能量 energy。你毋知你若是子孙来用讲故事的方法咧讲英雄故事，伊的作用是啥？你知影？就是阿公甲爸爸讲，爸爸甲囝讲，咱就是透过咧讲故事，甲咱内在一体
的力量，咱甲激出来。我即摆就要讲，像吴兴即个人，其实伊有迄种有无？伊其实世界妙妙说的人，伊有战术的力量，搭落去。伊嘛有国王的力量，恁知替家己的性命做决定。你知咱台湾人即摆上可怜的所在，就是咱大拢是安怎知影？失去咱内在的国王，因为咱互人失明足久啊，咱的命运拢交互迄个有无独裁者搞去啊。所以咱定定足侪时阵，应该为家己命运做主，无出来做主。空去，我讲这是退，这个我就不要讲训位情节啦，就是你知影咱会甲家己的权利交互别人，对。所以我讲，今仔咱是要了解咱在地的影响，毋是讲哦，吴兴这人偌厉害，是咱台湾人应该有的力量伫倒伫咱的身上，啊神啊，咱要甲用出来。即摆就是爱问咱家己啊，有无？所以我来讲吼，在地的原型是众人的力量。我是要写这本册的原因，就是希望咱大家会当会记住，只要你是台湾人，你一定有这种 potential， 有这种能力。只是你过去互国民政府骗去，因为伊甲你讲恁台湾人拢是当阮咧讲好的啦。啊，若无阮来甲恁讲好，恁即马阁是透早就出门打烊正餐的啦，敢有啥物工业化迄不可能？因为你若无阮的黄金，哪有可能有啥物10大建设高速公路咧？啊，阁刷落去甲你讲吼，若无阮迄个张忠谋，咱靠迄个台积电 ，Oh my god， 好，所以我来讲，你看伊吼，你嘛黄兴袂使一块土嘛若肥。囡仔会紧，自然地稳稳啊拖，树根发叶开花结果。我著讲哦，讲伊的故事，行咱的英雄路呢。今仔我要讲的讲，恁在座各位大拢是英雄。当初黄兴会当做的代志，其实你拢有即个才调，只是你即马爱去甲明白。啊，甲伊激出来，你讲安对毋对？我要搁讲的就是讲，这个英雄虽然已经过身，咱在地的人虽然已经过去，先辈拢过身啊。毋过我要讲的是讲，因留伫即块土地的智慧、勇气，迄袂使伫云端伫咱讲的 cloud 云顶，咱爱甲download落来呢。你敢有甲等落落来？有吼，你看我看得知。我甲大家分享讲，我因为出这本册，啊有牵着加济高中的学生做伙，因为因着看这本册，啊家己改编广播剧，啊迄天吼是3月2号，我牵因坐客迄个游览车哦，啊阮着做伙要去曾文溪广播电台伫善化要录音，啊我坐头前哦，你知影，即8个迄个。16岁，他高1、高2的拢有哦，因进前拢无熟悉，因为因学校是讲，甲大个公布来讲，阮即马有一本册，啊想要来录迄个台语的广播剧，啊若要参加冬奥吼，啊迄个寒人的时阵，着家己主动吼来迄个训导处报道安尼，因家己呢，啊来，我迄天坐迄个游览车的时阵，因伫游览车顶哦，家己当啊练习。佫会安怎知同学，佫会家指导，就是互相记录，毋是，即字毋是安尼念，兴，喙爱，我真，你知我偷偷啊吼，先喙皮，因为我真正念兴，毋对爱念兴，因为我无甲喙，我讲兴，咁，结果迄囡仔吼，就甲迄个演兴的讲，我是兴，伊就讲毋是啦，是兴，结果规个。游览车就一直在练习哦，因为演兴迄个人其实原住民，你敢知？高雄的原住民。来，我即摆要讲啊，结果恁阮车就一直驶哦，毋知影游览车驶去倒，你敢知影？望啊步影家去，因为阮高坐，阮迄个家坐遐个边仔吼，着大成国中，啊来就是南山公墓，所以我毋知影。
司机安尼甲我采去问啊，结果你知迄是啥？因电视甲第三届时阵，我当远远看着黄兴的有梦是伫迄个角头啊，倒迄个有迄落弯路遐，我就甲伊讲，恁动一个，先动一下。你毋知影迄个黄兴先生的梦就伫头前，咱安静一下。你毋知影迄囡仔吼，我哩较虔诚，甲伊讲。因个佫头讲，我感觉伊有甲咱保庇呢。啊，就甲迄个黄兴讲，等下吼，你一定袂讲毋对的，因为伊顶下看来甲你边仔顶讲，我的名是有合嘴的黄兴，足好笑。结果我迄阵就甲伊讲吼，你看，虽然已经过身啊，毋过伊犹原伫一片土地。阮南山公墓。有至少400-500档的历史哦。恁知阮的先民拢是伫遐，咧甲阮保庇。啊，伊互阮的祝福真正拢伫坟顶，就是当路，有无？我甲大家报告，我是2014年开始咧写，收集伊的资料开始写。2014年有人认捌吴品如小姐无？无，是安那？因为我就是一个家庭主妇，真诶，我有3个查某囝，啊，我除了就是逐工就是，安尼流裤骹啦、切玻璃，因为德国人诶要求足多，但是迄玻璃袂当有迄个迄个有迄个灰尘，要讲，我想要讲，灰尘要讲，土粉，因为吼，迄吼，尤其迄个日头落来吼，因为安尼看，啊，像有条涂刷粉，切啊，因个，讲有病呢。好啊，所以我有台车吼，一工爱愈个2-3届。所以你知我2014年进前，我是一个家庭主妇，我无想到讲我囡仔会写文章，无。结果就是为伊开始我咧写这个人，发生啥物代志？迄本书吼，甲伊迄种决心、力量，足活泼。足主动的阳性的力量、阳性能量吼，甲吸入来。我就是为我会记得我是2017年第1届着迄个台南文学奖得第1名。第1届出手，就知影。无啦，毋通家己学，较袂抄迄落。无，但是因为写这个人，我开始明白这个人。我毕竟较伊相共呢，啊无啦，我无像伊遮尔厉害，毋过至少我家己迄种，来啊，来试看卖啊，半就有啦，18啊落去啊，我就开始参加这种文学奖，就是伫这10档吼，经了解吼，啊做种家庭主妇，这嘛是兼的尔嘛，啊我尤其要写这本册，写7档嘛。资料3档、7档，啊，拢无趁食，竟然就是为用文学奖的钱来家己订啊，订较真嘛安尼。所以我讲，今仔要鼓励大家讲，是哪爱去认办咱在地人物，你一定会找到咱在地英雄的能量，好，能量就歹翻译的好。未来莫讲啦，台湾文学奖，啥物文学院诺贝尔文学奖，就是你，是伊，拢有可能。这就是我是来讲真的呢，无讲含的。因为你愈写，你含伊姓名拢甲做伙。我毋是咧甲恁讲迄种什么传奇，是真正实在发生的。结果即我要来讲，咱为历史开始讲，我要讲到神汤啊！恁捌看过神汤啊无？人拢讲阮南部落水溪以后，以南的神汤才会叫，以北的袂叫，怎敢安尼？无啦，拢阿伯讲的。好，即我就要讲，其实吼，我心内有一个足大的空隙，毋过我其实毋捌去面对过。咱即摆写历史写完啊，对无？结果我开始咧写啥？就是我3工前吼，伊过去的爱人。初恋8冬的爱人，竟然来甲我
无竟然为面册吼，甲我联络着，因为其实我已经改名换姓啊，因为甲伊册了后，无分无会换册着册了后，我着改名。我想要看这人有瓜葛，好。结果竟然3当前甲我联络，我感觉足恐怖诶。对我来讲，伊袂属于一杯善汤啊。伊当年就是当尾求生，因为老母也是感觉阮兜是咧做工诶啦吼，较底层诶。啊，因老爸是律师啦吼。啊，阮就是较无钱啊，因为吼，迄阵要告资法，所以因有法度调阮兜3台银行诶记录，搁法院诶记录，你看有够无？哦，哎呀，好犀利啊，足坏诶。对，爱着恁大伊着传消息互我讲，你会记住我是啥袂？恁知影？可能咱大个吼，足侪查某人伫这种了解，有当时吼，足侪痛苦你无法度处理的时阵，你会甲安怎知影？讲空白，对，空白。所以我已经感觉讲，我已经袂记即个人啊。结果伊即摆竟然硬甲我显摆，所以你毋知影，好佳在，我已经写黄兴写到差不多啦。我著有迄个能力去面对即件代志。我讲好佳在，有写无吼？我甲你讲。对我来讲，阁是一个可能即马爱去什物精神疗养院的迄个所在，就是我。好，你毋知影？我就开始用即个力量来面对家己的空喙。啊，结果你毋知影？我会当用华语写着无？阁无呢。我本来吼，伊开始甲我联络啊，阁开始用迄个过去的 PUA 啊。伊你毋知影？我险险带你呢。我差一点仔就带你，哦，差一点啊。对啊，伊一直讲我无够好啊，家世无好，读的学校进台也无好，读的科系我读广告系嘛无好，啊生做无水，身材阁无好，我真正是无一块对安就对啊。所以我要讲的就是讲，拄啊开始我开伊联络，我拢用啥物华语写日记，因为我做侪话我无法度直接讲，因为我迄个个性，因为阮家庭是有独立的。所以我自细汉其实活伫迄种足恐怖的，啊所以我嘛是迄种足爱甲人安尼，就是拢讲好，啥物拢讲好，吼啊毋敢有家己意见的人啊。所以发生即件代，伊甲我联络，我嘛是好好啊来，讲啊真感谢吼，你过去8当的照顾，我会讲即种有无？你若用华语讲拢是场面话，有无？我来讲，哎，真是感谢你啊，这8年啊，这个是真正的话。其实毋是，这叫做场面话。那华语就是安尼，有无？结果我就发觉我差不多写用华语写哦，写要已经有一本半的迄个日子谱啊了后，感觉毋对呢。我家己写了，家己迄我拢咧讲，死密码噻，拢是我的毋对啊，都是我的错啊，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啊，是不是？毋是啊，毋是啊，好。我著有一个机缘吼，就是因为阮迄个外孙啊，伊是日本人啦，阮弟弟娶日本人，啊，伊是天主教徒，因著有一个五旬节，啊，伊著来德国找我，啊，伊有咧甲我讲吼，就是上帝的圣火，拉起咱的喙齿，互咱每一个人的圣灵能力开发，会当用咱家己的语言去讲出。上帝的爱，家己的语言吼，即几字甲我咚，我就想讲，我不会用台语来写看卖好无？我开始日记本来是华语版的，现呀用台语写，毋过你知影，我迄阵其实无啥才调，完全用台语写，我是用歌词写歌词开始，迄歌词就是念歌词，我开始念啊，就是念啥物？啊！我开始来讲啥物画册、着册、无分无会，但是我想要讲啥，我就讲出来，我就毋免互过去迄种华语的思想来限制呢。我结果感觉足惊吓，讲奇怪，原来我迄空喙伫遐，原来我阁有伤心的感觉，原来我阁有互侮辱的感觉，我爱去面对呢。台语，互我较瓦根我的想法，华语拢是
场面话。你看，讲白惨，我讲较歹听，写迄安尼一本，佮另外一本写拢是对家己的白臭，尤其是恁骂家己，这实在是一个足可笑的代志。所以你知，其实我后来伫顶的即个作品吼，互我一个足感动的部分，讲其实我今仔我若讲我因过初兰18档的代志吼，我敢是受害者。18岁到26岁，我迄个查某囡仔，对，伊是受害者。毋过我即摆几岁啊？来，甲伊讲，要60啊，是无？我敢袂当做我家己迄个内在查某囡仔因阿母。所以哦，大注意看哦，我已经毋是受害者，我是会当做家己的阿母，就是即个人，有无了婚，了解历史和神的即位，就是我。这个当初迄个18岁我哦，你看我画即个有成无？迄个伫教堂，真正是阮孙仔甲我讲。所以伫即铺仔内底8万外字的台文字，我一张一纸。你看，涉芳阮等无来伊求婚的遗憾，嘛一线一纸对，一天。亲手做一领新娘衫，送互迄时18岁的家己。大家捌听过迄个？但迄个人袂再夹着红线。我讲较歹听，我其实对伊无恨啊。毋过我讲，我是哪要做即件代志咧？其实我是用文字。了了写，袂衰咧添一领新娘衫，送互迄个18岁天真、单纯、梦的查某囡仔。其实我讲，伊上辜负我的，就是讲迄段足单纯的恋情啊。现实是无人有法度甲即个梦完成，唯一会当完成的，就是即个会晓讲台语的。阿母，所以我讲，我开始用台文字咧写的时阵，真正是咧替家己做新娘衫。啊，你看，家揽起来。所以伫遮要甲大家分享的讲，其实咱成长的过程当中，坎坎坷坷，我相信咱人生的过程当中，你有拢碰上着侮辱的过去，可能人讲一句，也是迄落安尼目睭啊，甲你叫一个，做侪代志会发生。可能你即摆讲，哎，无代志，我拢袂记你。我以前以为我已经袂记即个8档的男朋友，结果伊出现了后，过去的空喙就规个安尼劈开，你知影？伊就是一只迄个神童啊！伊迄阵长尾救生，因老母无爱互伊带我嘛吼。长尾救生迄个尾溜啊，跳入去我的心肝内底，悠然搁咧做地动，那叫地牛翻身。唯一会当救我家己的，就是用台文字了了甲写出来。我做一个有爱、有温暖的阿母，了了啊，来陪伴即个18岁到26岁受尽男侮辱的查某囡仔。所以你注意看哦，咱的角色是安那会翻转的，是安尼讲。对，你毋是受害者尔，你嘛是一个会当。提出爱，有照顾力量的人，吼！你说，咱若有即个自信，咱就会当开始去看咱家己的空喙伫倒，咱的乌红伫倒，因为咱是有能力去听用空喙的人。啊，方法对我来讲，来分享我讲台文字念歌诗，你注意讲，你若有听到一个秘诀伫遮。我咧写的时阵，拢上安那先讲，因为我是用念的嘛。啊，我耳仔敢有咧听？有呢。所以第一个听就是啥？我家己。啊，我头我毋是讲过，耳啊，若会当听到我心的声，即个体的感情就已经开始啊，有无？所以你看，我迄阵就有讲，我伫我下到新娘家己家吼，即做一个 ceremony。迄阵吼，我着提出勇气吼，去因兜的对面，
我甲伊讲，我嘛较熟啦的啦，我真正所以我就是其实迄届吼去拜访萧丁春老师啦，了后我就骑脚踏车吼，就康因兜对面，我就徛伫遐做一个 ceremony 仪式，这届啦，后来。恁知迄阵，我其实讲较实在，18岁到26岁，我是真正足爱即个男朋友的。其实迄个天真的愿望是希望会当嫁互伊，踏入因兜的。对，结果无法度完成，无要紧。我56迄阵，应该是我写迄阵是旧年嘛，所以旧年是56岁。我做迄个好命婆，好命婆哦，吼。我即个查某囡仔手牵的，我是咧想象啦吼，伫遐就行入去因兜。我讲，因为我当初结婚的时阵是跟德国人闪婚啦，就是裸婚，就是无骗金，啥物拢无，啥物拢无，手机拢无哈，就去公证结婚，搁去甲电视台下赞助去拍迄个安怎讲婚纱摄影安尼就对啊吼。所以我完全无经过咱即个鼓励，其实对我来讲，我真正足希望讲有一个鼓励婚礼。对我来讲，迄是有意义。我台南人呢，吼，啥物食大饼，食啥物一段大鼎小鼎啦，啥有诶无吼？因我外想袂，佮爱拍卤面，你知影？因为台南诶卤面足好食，迄订婚拢爱食拍卤面，结婚迄天诶中昼嘛是爱食拍卤面，吼，我拢毋捌听过，所以我就是爱做即个仪式。我就安尼来，这好命婆甲这查某囡仔牵去因兜，咱鼓励足济嘛，对无吼？就安那，甲迄个啥物货？对，打破兄。啊，毋过对我来讲，伊的意义是，我要甲迄个阶级的技师，即个兄拍破，因为老母当初就讲啊，阮的身份地位遮尔悬，恁若有啥物资格，甲阮囝做伙？会当面讲呢，好，我就甲伊拍，我就想要甲伊讲，我的意思是打破即个阶级的歧视啊，这是无应该，因为每一个人其实伊拢有伊存在的价值，是无？所以你袂感讲，其实即个吴品如老师嘛是一个足久古锥的人，虽然出身无讲我请赢，毋过。我嘛是一个古锥的人，是毋是？这嘛是足可取的嘛，对无？是。所以我嘛有经过迄个烘炉火安尼甲烘过，有无？烘过是啥物意思？我要甲伊，因为伊逐家讲的话，阮迄个男朋友讲的话，拢你都无够好啊！你无法度入阮老爸老母的迄个目睭啊，因为吼，你爱加一甲伊继续拍拼，看阮老爸老母会当接受你无？所以恁知影，我要甲迄个无够好。的记号，迄个条啊，拢甲化了了。我要做浴火红红，用清白的身躯，飞龙飞龙飞上天，对，就是安尼。啊，我嘛甲因敬礼，毋过要甲因讲，我无欠恁一个好的身世，我就是我，我的存在就一定有价值啊。所以我就用即个仪式，替我过去的家己。安怎知影？甲迄个武力拢甲解决，毋当讲甲这武力解决，我嘛有对我家己安怎 find back my glory， 就是我嘛骄傲啊，有无？恁妈嘛是有才调的啊，是毋是？毋是讲我今仔是有偌济才，你毋是无，我嘛是无啊，我是会写文的啦。毋过我有自信，我会当用台文字。我会当表达我的心声，我会当讲我的故事，我着一刀用一独占的吼，对毋对？是，我着做这个仪式。即马刷来就要来讲啊，因为我即篇是着迄个教育部的嘛吼，拿着啦吼。我着讲，其实我较了解讲，遮老的我，其实我即摆要面对的来讲，把即个无圆的地沟了啊，去安那？斗鱼，所以恁咱故事咧继续讲呢，有无？迄鱼爱甲斗好看，即个地沟较硬会起来，有无？所以我讲过去灶骹一支地沟，毋知影已经烧了偌久啊，水兄甲呛滚舞出来，火猛甲火烧厝，无人紧来救，规支地沟强要来扬去。
有惨无？其实我要讲，毋是单我安尼尔，今仔下暗转去，电火关起来，你了了去想，你的心内敢是有一支无圆的地鼓？啊，刷落来，咱要安怎做？要安怎来斗圆？敢有重要？有，好，所以我就讲，来看一下。我一直要讲的，你来看花文。即摆对我来讲，我较简单。写日字，花文是上简单的工具，毋过我雄雄发觉，一字一字亲像几排阿兵哥徛画边，硬邦邦好看头。华语真正是华语字啊，好看头，完全是靠硬练排练出来，有无？讲较歹听的，因为咱拢是国语文竞赛出来，其实拢背范本啊，你若背啊，差不多起承转合啊，拢会着定啦。啊，对我讲是上确实啦。毋过中期尾，我开始使用的语言，就是我用华语，结果华语出来限制我，我无法度去扛我的身躯。看我过去的记忆有连结，这是足恐怖的代志呢。所以我就讲，迄一字一字变成掠我空房的很冰。注意，你使用的语言是会控制你家己的。来，所以我讲希望讲，我毋是讲你即马就袂当用华语，是讲你要有意识。去用华语，好比我讲，我开始看阮迄个男朋友跟我联络的时阵，我开始用华语写的时阵，完全就是咧骂家己呢。就是讲，啊，阮即8冬无法度做伙，是哪我无去拍拼的，互因老爸老母会当接受我。是哪我就是哎呀，做了无够好，我敢若开安尼咧，就是我一直伫遐咧洗玲珑。拍干乐洗玲珑，因为我着互即个华语的语言控制着嘛。啊，我若来用台语，咱毋免去用头脑想，较家己的心有连接。你看华文敢若是好看头，台语则是听顺耳。迄你知影，咱过去吼无法度去学台文，迄袂属凹槽去的豆菜。甲臭腐的豆仔游玩，同齐发生意，就是我，有无？你看我6岁了，我是接受国民教育的嘛。迄豆菜吼，可能拢是臭腐去啊。毋过无要紧，我56岁时阵，伊游玩，自在春文，欢喜跋柄，伫八音的谱，鼓起宽宽啊起头。半世起险着拄着长脚的心声，文文啊，微耳空规啊，有无？陪伴我爬出自卑的暗茫茫崩空。这是我的经历呢。一个伫外国30冬走藏的人，今仔会当伫2冬前游玩，阁是青尾牛，台湾青尾牛。会当聊聊，一字一字用台文写出心声，一字一字去面对过去感情的创伤，佮一字一字写这本相是黄兴去面对咱地方失明的物料。所以你毋管是我感情，也是历史，咱一块土地，其实咱拢爱面对的，就是这个体。互人控制，互人统治，拢是对咱来讲是见效的代志。迄力量拢互人摕去，有感情嘛是互人摕去，是无？毋过咱有法度替家己发声无？讲话无？有用台语讲，因为迄台语是伫咱领会的开始。有诶无意诶记忆，有无？虽然我遐老啊啦，所以你看，第一个斗戏用母语念出错乱诶歌词，写出创伤诶故事，了了入
入耳，痛心，耳孔听到心声，家己治疗体的空喙，嘛要皇帝众生花甘甜。各位朋友啊，你想我敢有可能？无，你看我。我讲较歹听，伊看我联络了后，我逐工拢哭甲树人水呢，哭啊吼，连阮迄个日本孙仔来德国找我就爱带伊去逐位佚佗，拢坐阮迄个德国迄个高铁嘛，伊坐的。我感觉足见笑是安怎？因为伊坐我边仔，毋过我目屎一直流呢。我也不想这样啊，点一首歌，毋过。迄目屎一直流，安尼做一个哥哥啦，莫名其妙一直咧哭，你袂感觉这敢讲会过？我嘛无咧哭，是安怎？你知影？就是迄个18岁查某囡仔，伊互侮辱会痛苦，佮也袂消透的，佮也袂人来甲疼惜的，有无？所以你来看，我就因为。为台文写开始，你看，迄个好甲树人是家己无法度控制啦，今仔徛伫遮，看大家咧讲一段伤心的往事，你看，我有啥物无共？无足可怜嘛，对无？我会当笑对，我敢有力，是毋是？我就是迄个有爱的阿母啊，用母语，你看母语嘛是，你看现在讲母语，迄袂属于咱的母亲。甲咱牵呢，所以你有啥物委屈，有啥物痛苦，你就用台文写，伊甲你听透。愈写，你会咱啊空喙愈坚皮，生目好起来啊！你想，所以我感觉为我即摆的家己感觉骄傲，讲我有迄个才调，甲即个过去。毋单讲家己听用，即马搁咧听用的啦。因为点知因为应该2礼拜之前有去迄个2礼拜的时阵有去拜访迄个陈定波的董事长嘛。结果点知影，竟然脚踏车，我是先去嘉义公园去看陈定波当初是伫倒咧画图，因为我即摆想要了解伊写生的所在。结果点仔脚踏车，我想讲应该顺的可以经过因兜就好。结果搁。迄台公车搁停伫遐，我着停喺公车后壁，伫因兜的门骹口。你若我迄阵吼，我着咧观察我家己，我会惊无？因为我讲之前做迄个医师是伫因兜的对面吼，即摆是因兜的门骹口的。我迄阵嘛是惊吓，毋过我甲家己讲，无，即摆你已经是57岁。会晓用台文写心声的人，你无惊无惊，我较稳定落来呢。所以你看我有勇敢无？即摆渐渐一步接近因兜啊，本来是伫对面来，即摆门骹口无定，顶门无啦，毋敢嘛是毋敢。所以我要讲的讲，勇气毋是一天。就来完成诶，好比咱台湾人，互人欺负遐尼久，嘛毋是讲你即马行出去就会当找迄个啥，因迄落毋爱讲啦，讲遐，阮即马袂当有歧视，就讲迄落拢一生想要转去因大陆遐个人，佮牵伊来呀，来订孤机啊无？我意思是讲，迄拢慢慢来的，迄慢慢来，你才有即马开始啊。还有迄个习惯，用台文写你的心声，毋是是安尼，就是先讲啊，讲互家己听，你就有迄个气力，你就有迄个勇气，你就有迄个底气。好，我今日安尼拍我家己内伤 ，Oh my god！ 对，你知影？尤其我今仔徛伫遮，咱做伙，来有即个习惯讲故事，有无？这就是一种能力的培养。一个人的故事是众人的故事，这个力量是会安怎感染的？
所以朋友啊、友谊啊，有机会定得去参加咱台语的课程，做伙甲写落去。虽然因为恁会着顶甲我咩啊讲 QK 是无 QK 哎 KO 我毋知影，就是甲我安尼无要紧，因为我做真正足期待，真正咱台是用台湾人的母语讲咱台湾人的故事。唯一的方法就是咱会当对抗迄个恶疾的声，对抗迄种加害人的观点，对抗因即种要甲咱硬拗、讲白贼、无事实的即种电影。你讲安尼对毋对？对。来，阮第二个是倒？即摆吼就讲，咱阁有偌济时间啊？因为我若讲的哦，即摆已经9点啊。最后是要牵恁吼分享，最后咱用到最后一页，要分享讲我牵加一个高中遐学生囡仔吼，真正足甘心的。因大拢是牵阿嬷学的台语。你若有阿嬷搁伫咧，请你好好啊，转去。阿嬷，你即马是伫倒位？爱牵阿嬷加讲话，你毋知遮个囡仔应该是来个头前，你看我有带因去，因咧读剧。有无？因咧读剧，这讲家己编的哦。吼，我感觉伊真我不哩啊厉害咧。来，搁看者，但是有送册互因，来，咱来听一个，听一个，这边啊有气，听因做广播剧哦，因家己编剧的，你注意听。因会念汉诗哦，你若听无，等下就家己去徛壁安尼，反省者，你若听无汉诗啊。女子音乐学一较试验合格的，这头啊吼，教师甲鼓励，家宝背来人，行海上书，启蒙有烦恼，就正无迷珠，应属以正言，长眉愿求生，当天求大道，努力在三夷。伊用未落柳絮因风起。王羲之野心簿。2月12月到20几号，有啥人当咧无准备过年，家家户户拢咧迎接饼因好年。各行内外，当工甲下下厝人咧无因大饼扫，担水去塘仔门，青花巷假山顶边的车店，潭仔边的年花嘛渐渐咧开。日本式的木造走马路，甲沙赞洋楼小插人。菜头粿甲甜粿香味对灶骹传出来，定日有几个下骹手人拿两涂骹拿议论。大小姐真有福气，大约几岁就要去日本考试读册。另外一个耍海头，毋大去大日狗啦，查某囡仔读遐尔济册是袂创啊，到尾嘛拢是爱嫁人啊。这个话传入去大厅，互王兄听着，伊对册房行出来。口气温顺，毋过真坚定，讲时代已经无共啊！你毋知影无？早伫30年前，台南新楼女学校就5唱，王英就无意高调，才减我一岁。早日会就去东京明治女学校读册，10冬后转来做公学校的老师。今仔日阮老阿华要去东京考女子英语学校，是为着家己的人生。免一世人拢靠啊！哦，互你听部分吼。第一看，你注意哦，这拢是16岁台南高中的囡仔。你听因台语讲了安怎？袂歹呢。恁咧，因为我本身我的册，遐拢是用华语写，因家己翻成台语。搞呢，所以我讲，今仔其实我写这本册只是开始，我甲当作伊敢若是资料尔。我嘛是希望讲，少年囡仔伊若有接触，会当来用台语讲咱的故事，迄较是咱台湾实力的所在。因为咱即辈，我讲我即辈吼的态度就是讲，恁妈也袂死，啊，佮互你即个恶疾的人阿伯讲话，啊，我会当出声，对无？毋过会当。接触的是咱少年人，因爱继续讲落去，用咱台湾人的故事，较免拼，
你讲安尼对毋对？是，就是安尼。所以哦，今仔我的演讲哦，其实到遮，咱即摆来 Q&A 就是讲，我相信恁都有足侪个想法，啊，敢会当来甲我指教一下，安尼互我带即个礼物啊，转去阮德国，好聊聊啊，来去思考。来，即摆啥物人有意见？来。哎呀，我是品如的朋友，我是跳卡，无啦开玩笑。是因为我是拄好有带即本册，我要来互伊签名，因为吼品如住德国，啊要互伊签名，我是惊伊走去，所以我惊你紧来。啊，我有看，我感觉，我看到第4章的时阵，伊咧讲黄兴迄阵，因为伊其实为清朝、日本甲民国嘛，迄阵留长头毛，我袂晓讲啦，爱长辫子，伊要甲伊的头毛加长，迄个部分，伊嘛有甲伊家己的心情写作诗。我看时阵，我实在是真感动，因为我感觉做一个台湾人，伫细汉到大汉，开始对家己的土地，或者是家己国家的认同是有一个过程的。啊，我咧看第4章的时阵，我有那个感动。啊，我袂晓讲啊，反正我是要感谢品如伊介绍即个人。我看头前看，我感觉哦，咱遮尔厉害，原来咱台湾人是有真好的前辈带领咱去行无共款的路。谢谢。感恩，你较会讲你是跳啊骹咧，别康还来，下一位，倒一位想要来啦，紧的啦！我今仔讲啊遮尔辛苦，你嘛互我一个意见一个，嘿啊，互我有一个迄个王姨仔家当带转去阮德国来，感恩你互我对上眼了来。还有过来男性来咧，我当初我来的时阵，我袂使讲话，今仔日你就好来3月啦。来，都做。我是想讲，迄落拄啊。你讲你即个资料找3档，啊写7档吼，我是不写4个版本。我是不是也佩服啦吼，阿妈惊兄啦吼，所以要一部好的作品吼，是我咱拢爱相当的认真啦。我要请教是讲，你即马有讲要后一部要写迄个，要甲鱼仔投转去地沟嘛，你继续咧写嘛吼。啊，我请教你。像10档，你咧写作，你是有一个看起来是有计划写作的。啊，我要请教是讲，你即个写作吼，要写啥物，要安怎写？你家己有一个计划，啊是讲啊，都写到遮，搁一个啥物语言？像我咱加减有讲到语言的代志。啊，你是拢家己写啊，还是讲有一个啥物团体，还是几个朋友吼，甲你斗支持？啊，你写了，交因大家互相人甲你意见，但是你拢无师自通，你拢真天才安尼咧处理。啊，台语的部分你拄有交代嘛？你讲你是2档前尔，这有哪是天才才有法度安尼啦？啊，无咱2、3档，你着上大迄种拢互你体验啊！我毋知迄落咧做10几档，咧做20档，咧拢懵空的啦。互你是，我知你要播着，你咧教，阮知你拄好讲。阮若写字较好，你拢无计较，我你是咧讲真诶，毋是咧讲假。来，多谢你的迄个意见吼，甲你报告一下吼。我若写华语是有用计划，因为吼，若要写华文吼，我拢爱有写一个大纲嘛 outline， 啊要安怎写，啥物目的？我头个有讲过，我台文有法度用安尼无，因为台文。是感觉的，对我来讲啦，就是耳仔的声一直有伫的，所以对我来讲，我要写台文，就讲即届着，顶届着台湾文学奖哦，伊是2工写出来嘛，只是但是用讲的，所以阮查囝有讲你有够差呢，我讲歹势啦，因为我即摆就是用写的，互家己听，爱用记录的，我手是负责记录的。迄无法度用咱英国华语老师甲咱教迄种起承转合，我无法度。但是我讲到倒，记录到倒，迄是我安尼方法啦。啊，若华语我确实好，咱讲的，迄拢有铺排过，用头脑
去甲设计过。像我因为进前第一本册的欢喜嘛，许我一个够好的陪伴，迄拢有，吼，迄要安怎剧情，要安怎来走，迄拢有设计好的。毋过大部分目前我阁无迄个材料来控制跳舞的艺术，就是只好跟着感觉走，有无吼？甲互迄个感觉甲我带领。毋过你莫讲，互感觉带领是一个简单的代志，是安怎？因为你爱老实对伊的骹步，明知影你爱面对你的内心，有无？啊，你爱安怎来五官拢爱甲拍开，明知影去感受。所以这是无共的创作方式啊！所以你即马佮叫我，因为我即摆我家己佮有专栏是欢喜的，吼，我即摆要写真正足痛苦，但是转袂过来，因为迄个无共的，因尤其写欢喜你是看字的哦，你注意，因为欢喜的字你爱用甲足水，因为我算到做甲专栏作家，迄字爱用甲足水的，就是安怎知影，就是种傲高尚的字拢爱用出来啦。啊，毋过大部分我阁无即个实力的，就是。我会晓讲诶，啊，我即马有一个方法啦，就是讲我拢有去看即马台文的创作，有无？之前我是看迄种迄个什物人啊来翻译迄本日本的迄个小说，啊，今仔即马阁有人互我一寡册，我认真诶，迄一篇吼顶悬拢是，像我拢会安尼啊，动词我就用青色的标出来，名词就是用黄色的。啊，副词 adverb， 我就是用迄啥感觉色的，吼毋捌的我拢会家安尼记号，啊家己先去找字典，啊搁踮甲迄一页看，我搁加工搁爱看，因为我即摆是学习台文，我是一个认真人，你莫讲我是天才，我无，因为我已经要60岁啊，无迄个天才会当用啊，我当用苦工，所以你毋知迄一本册。规吼花8年我逐工一直爱看，因为迄足侪台语词我袂晓。你注意听，我大声拢爱问陈老师，敢是安尼讲？因为我就讲过，我的程度是6岁囡仔的程度，台文嘛吼，6岁囡仔的程度，台语哦，啊台文是青梅语，所以就爱开始即马是去读迄种即马台文的作品啊，啊去学啊，啊去记起来，我就去记起来讲，哦，原来是安尼，嘿。我连伫德国坐火车顶悬，我拢是一直咧读册，真认真啊！我若有机会吼，翕我安怎去学迄吼，迄规篇诶吼，拢是熟。阮查囝讲妈妈，你吼拢夹册吼，不甲安尼，画迄安尼啊，花里麻鸟啊，你实在讲阿伯做呢？我讲毋是，我是咧学语文啊，你莫阿伯讲，我有认真。啊，我阁会用迄个字吼，迄较青爽诶字，我家己写。写过，我就甲伊讲啊，我若看迄个公共电视台语台，我妈讲我支手拢感觉咧，我咧写字呢，有无？我有认真无？袂说是幼稚园到小学1年迄种快乐啦，吼，这是我甲你报告的，安尼有满意无？好，感恩，来，我干来，谢谢，好。我就还蛮讲我的。对啦，我嘛是爱人，但是嘛爱一个，来。我有头一个问题是，我是想要知影讲，因为翕这个人，就是我拢无捌听过安尼，所以我想要知影讲，头开始你是，是因为啥物原因会知影这个？是吼，你这个问题问了足好，你绝对是我条骹带，就是因为我是台南人吼，你若是台南人哦，你若要问人讲倒位吼，伊袂甲你讲地址，讲西门路159项无。台南人会甲你讲，你吼，就是有迄个大舞台，啊腿颤吼，啊你甲行吼，啊三个迄个巷仔口，啊就到啊。阮台南人无咧甲你讲迄个路名，拢是甲用地标，小公园啊啦，小西骹啦，各有安尼。啊，你毋知我自细汉拢听大舞台这3字，结果我就一届吼，咧伫，因为我这人足无聊，但转来台湾拢是伫迄个国家图书馆咧看册，看日本时代报纸，我看着大舞台这3字，我就目睭安尼紧甲讲。大舞台，莫非是我细汉就听过迄个大舞台吗？天哪，我毋知影大舞台是一个剧场。我迄阵吼，那时候肾水火，我想讲，我台南人呢，所以我就感觉讲有点仔见笑，所以我就开始有遐开始了解讲大舞台到底是咧创啥。
迄日本时代报纸一大堆，结果我搁要想了解讲，啊，即个头家咱想讲大舞台一定爱找啥物？啥物人是头家咧？就是黄兴嘛。这就是搁是个足恐怖的代志啊！我竟然毋熟悉因呢，伊台南人呢。我有介绍无？有，这就是迄种亏欠的感觉，就是为种开始10年前为亏欠开始。我对即个历史亏欠，对即片土地亏欠，对咱过去在地人物亏欠，我就为即个开始。所以你毋知影10年我是啊会当安尼，我用我10年的青春安尼甲做落去，就是因为亏欠。我到即摆嘛是有感觉有迄种亏欠感嘛，对。感觉家己足见笑的，我家己台湾人、台南人毋捌台湾的代志，扇喙皮，对，我就是用即种精神啊，甲写咧，所以未来会继续搁写在地的人物，对，而且大家目睭切切的，等待我新的作品，嘿，对，好，啊，搁第二个问题，就是其实我嘛是感觉我家己一直咧处理，可能家己感觉家己无够好即个问题。啊，毋过就是听到你头拄仔讲会使用讲台语讲家己听即个方式，我可能嘛会试看卖啊。我感觉咱等下加来一个吼，因为吼，我足想要甲你交流的，因为真正，我即马特别讲啊，我即个人足孤远的。吼，阮老母拢讲我，你想无朋友，因为我矮人，所以我无啥物共同研究的团体。我是甚至我直直讲吼，拢是孤单一个，所以我哪会当自言自语，我嘛无法度练台语，所以这是一个无好的方式，我知影。啊，所以我今仔找着另外一个矮人来，咱等下来加一个，会当来研究讲用台文免啊来听用咱。即种工作无够好的部分，你讲安尼好毋好？好，接下来我们还袂记哩哦。来，各位朋友啊，来。我读你的下到新娘家己家，对，非常的感动哦。我感觉你是咱台湾人女性的根本啊。你为迄个勇气吼。把你的伤家写出来，而且你咧写一篇文章，故事内底人拢阁是我的呢，阁咧走跳的。啊，你迄阵，我毋知影你写的心情是讲，若发表出来，对方伊会安怎想，还是你男朋友的爸母伊敢过身啊？啊，伊若看着，你敢有即个考虑？你咧写的时阵？这是我介怀疑，因为每一个人拢有伊家己的故事啦。像我即摆，我嘛有想要写我家己的故事，我有家己考虑，嘿，因为对方伊若感觉你安尼写对伊来讲是嘛是一种伤害，啊，这到底是要安怎处理的？好，谢谢。对。感谢你的问题吼，今仔我其实有含迄个出版社吼签约嘛，第3本册来签约，我嘛问伊即个问题，就是讲，因为因看我一半的稿啊嘛吼，啊，阮迄个副社长伊讲伊看了，伊无感觉讲有对啥物人有触怒啊，因为我要讲的就是讲，即篇文章毋是讲要讲个人的问题，我无要指责。任何一个人，你注意看我文章有写，父权底下每一个人拢是受害者。因为我有讲到一个故事，伊得到迄个，你看我接触好友奖的时阵啊，我怎不，就是讲伊有得奖的时阵，伊竟然伊讲出，我要感谢阮老爸老母无放弃我。其实呢，因为我知影伊的过去。因为伊嘛是伫老爸老母底下，因为伊都无考到医学院，搁点课。我相信伊老爸老母对伊的侮辱袂少，所以对伊来讲，我是另外一个 scapegoat 代罪羔羊嘛吼。伊就会透过一直骂我无够好，大家伊为因老爸老母得到的侮辱，
伊会当得到消套、转移嘛，对无？会变成有力的感觉。所以你知影，迄阵我看到迄个画面的时候，我对伊足疼。我较了解讲，其实伊嘛是受害者。所以我即本册写出来是要检讨咱规个体制、性别、阶级的歧视，是要呼吁每一个人，咱敢会当莫阁用迄种粗残的方式去对待别人，莫阁用迄种口舌的话、侮辱的话去伤害别人。我是希望为规个全体来听用的，毋是个人的指责。所以阮迄个副社长讲，伊有看到即个善意，所以伊无烦恼即本册拿出来会造成伤害，也无会。因为我嘛是本着即个善良的意志，所以我是有信心的。那我要讲的就是讲，来，咱即摆要搁讲啊，凭啥物查某人，着爱一直顾虑着，袂当伤害着别人，所以咱大家拢变下教咧。我敢若啥？为虾物？因为对我来讲，我虽然我写即篇，毋过我家己一直咧提醒，我毋是受害者哦。好，对，因为我是有力的人，我是有迄个爱的人。所以我一直提醒我家己，所以我相信我毋知影，因为老师是秉性嘛，我的意思，我相信是无迄种有无恶意的，对。所以我问阮的副社长讲，啊，敢是你风格的？你会惊袂？讲伊感觉无，所以我嘛互伊得到。原来伊是第一届看过的啦，伊感觉真好。啊，其实因为我已经改名啊，所以无人会当找着。迄个，我感觉我有善尽我的义务，尽量甲资料有甲模糊安怎讲，好无清楚，袂去从对号入座安尼啦。毋过我要鼓励你，做一个代志，就是讲，你毋知影，我讲啦，有一种叫控诉。哈！冤枉啊，大人啊！你毋知伊欺负我偌忝啊呐！这是一种讲故事的方法。啊，我即篇下到新娘家己家，我相信我是经过作者，虽然我是2工写完，毋过我是用我一世人的青春，目前啊到目前的青春，目屎去反省、去处理，了了写出来。我相信应该无迄种恶意含。杀伤力啦，我是安尼想。毋过我会甲你的意见哦，放在我的心肝头，继续去看我即本册搁看会当搁较圆满袂。毋过我无法度去巴结每一个人，互我变无声气。这是我的勇气，嘛是我的拍拼的所在啦。因为我讲较歹听，我做下到新娘足久啊，因为我是伫一个暴力的家庭。大汉的，我已经忍耐足久啊。毋过，每一个人受伤啊。你感觉我怨恨？其实我讲你无讲，你心内嘛咧怨恨，这嘛是一种负面的力量啦，是。所以我也是鼓励你，若有法度，了了啊，精力讲出来，用良善的目的，对。因为我感觉讲出真相，我相信这本册，我即个以早爱人嘛会当得到祝福，因为我有希望有一日伊嘛会当面对伊家己的黑暗，看到空嘴。无你看，已经是一个做党的遐尼大的人，伊到即摆阁无法度袂记你，互爸爸妈妈放杀迄种恐怖惊吓，你袂感觉足奇怪吗？是无？所以我嘛希望讲邀请伊会当做伙。来听用伊的空嘴。